好來鄉親啊，今仔日農曆的2月初2是土地公的生日，俗稱頭家。南投中寮真出名的泡麵土地公趙良恭，去年頭家是破紀錄，信眾在一天內食超過1萬碗的泡麵。啊，今年的頭家廟方另外閣準備5000份的平安餐，要甲信眾來分享。油金仔油金的蘿蔔出爐，也有增加綠青青的雞翅啊，加細粒板桃，看起來有夠澎湃。民間風俗，舊曆的2月初2是土地公生日，以泡麵土地公出名的南投縣中寮鄉趙良恭，現場唔有免費的泡麵會當食，閣傳5000份平安飯，早起10點半開始發送，民眾排隊排甲熱熱長。祝土地公生日快樂！生日快樂！生日快樂！希望一年順利，萬萬順，順順利利。平平安安。廟方講，舊年傳2000份餐點，中晝12點就送了啊！未少民眾到位的時，網已經領無，所以今年傳到5000份，素食的餐點也增加到300份，甲大家分享福氣。那人真濟，可能就是講甲咱下晡到2點左右就攏分落啦，所以人足濟的，我希望大家若有緣進來過進來。信眾對各地來，祈求新的一年平安順遂。廟方也大方傳平安飯，希望予信眾食飽食好，感謝土地公保庇的福氣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